主后2024年11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求你予阮活转归向你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耶利米哀歌第5章第19到22节。求你予阮活转归向你。面对耶路撒冷的邪恶对立，先知以西结也捌和耶利米同款，以索多玛的毁灭做例讲。看咧，你的小妹索多玛的罪是安尼，伊甲伊的查某囝的罪是骄傲，就是因食米充足，安稳过好日子，毋过无照顾困苦甲散赤人，因骄傲做我看做厌恶的事，所以我甲因消灭。这样事你已经知。圣经中耶稣也捌用索多玛做例，讽刺对比迦百农的毋愿悔改，伫审判的时爱受搁较大的惩罚。对照之下，现代社会中压制散赤人、强暴、腐化、流人的非骄傲、奢侈等情况也非常普遍，咱着引以为戒。耶利米哀歌最后一章满是祈祷，先知用安尼延续耶路撒冷对上帝的渴望，深深仰望上帝纪念伊的造物。祈祷中，先知表达愤怒、痛苦、抗议、忧伤，搁质问上帝：你哪通永远受气阮？你哪通永远去杀阮？上帝的愤怒实在真可怕，总是要运装真理。所以先知讲，伊想起另外一件代志，所以搁重新点倒希望。因为上主的慈爱永袂断绝，伊的怜悯永远无煞。哀歌是有指望的，搁有救恩的核心信息。祈祷是向迄一位永远信实是慈爱甲怜悯的上帝讲话。若是上帝也等待咱向伊倾心吐意。为着安尼，先知落尾无搁再寻求上帝记得耶路撒冷的造物，也是求伊的受德thiết立，互释安重建，甚至也毋是求上帝终止苦难，是祈求上帝互因通回转归向伊。先知祈祷的心志，就亲像约伯共款。我前捌听见你，但我亲捌看到你，所以我厌恶家己，坐伫尘埃甲火湖顶忏悔。先知祈求上帝互人民回转，搁再通得以看到伊的面，重新确立因过往甲上帝立约的关系。这种关系的复原，毋是仰赖先知的独逼，反倒等是需要上帝主动互伊的子民回转归向伊。耶利米哀歌伫圣经中代表一种持续不断的祈祷，声声道出一群人饱受苦难、得袂到安慰的心情。因为安尼，哀歌代表圣经中整体受难者的声音，搁忠实描绘人类伫苦难中的心情，拄亲像《申命记》30章言明上帝的应允，伊要互悔改的子民通找到伊，搁专心听伊。安尼的仰望也伫犹太人上头哀歌的习惯中，伫读完22节了后，因通常会搁再重复读21节。上帝伫过去、现在、将来不断恢复伊甲子民的关系，拢是因为伊的恩典和荣耀。因为安尼，当咱搁再注目十字架，除了思想耶稣基督的受苦，也爱思想伊的国我所带来的仰望。默想，
爱阁用祈祷做结束，对我来讲有甚物款的意义？祈祷的时要安怎袂甲现实和诚实脱节的？爱阁用祈祷做结束，对我来讲有甚物款的意义？祈祷的时要安怎袂甲现实和诚实脱节？咱做来祈祷，上帝啊，你的慈爱永袂断绝，你的怜悯永袂止煞，愿我虚心痛悔，因为你的话警醒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